乡亲牛仔，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初2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日开始，咱今来关心风台。风台三岛二暴风圈已经吸到咱台湾的南部和台东的陆地，台中以南和花莲、台东拢已经对往日互风台造成威胁。各地头的风卖豆豆啊增强。咱今来听气象署伫拄则上新的说明。 各位朋友，大家早安！西北太平洋上第18号台风山陀儿已经在今天清晨2点减弱为中度台风，目前它的暴风半径在7级风是220公里，10级风已经从80公里缩小为70公里。然后在今天早上8点，它已经来到高雄西南方在160公里的海面上，预估未来还是以比较缓慢的速度向北转北北东，明天登陆西南部陆地之后，再往东北的方向移动。 由于它减弱，而且我们判断它的环境已经越来不适合它发展，所以我们预估它在影响我们登陆我们之前，强度有可能再减弱为比较轻的中度台风或是轻度台风，甚至登陆以后，经过我们地形破坏，很快就会变成热带性低气压。提醒大家，目前我们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海上警报区域是整个东半部海面、巴士海峡、多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陆上警报区域则是花莲以南的区域、台中以南的区域以及澎湖。台风会减弱，但是这样整个强风带还是会影响我们，所以今明2天海面上的作业和活动最好不要从事。而我们从今天降雨，我们刚刚要解释的是，除了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屏东持续下雨以外，南部地区的降雨会逐渐的向北扩展。 然后下半天以后也会稍微就增多了。北部地区，尤其新北沿海、基隆北海岸雨也会逐渐增多。今天在新竹以北的山区、新北市、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园林以南地区和澎湖会下局部性的大雨。 今天到明天，这样的雨持续下，而明天的雨可能要等到台风登陆以后逐渐减弱，这样我们在南部和东南部的雨才会逐渐的缓和下来。虽然台风强度会逐渐减弱，但是我们预估它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弱的中度台风或轻度台风影响我们，依旧是以台风的结构影响我们，而且影响的时间长，它移动又太慢了，会对我们的天气持续造成影响，提醒大家多留意。 这是头段气象署上新的说明，来关心风台即摆已经减弱啊，变做中度风台，不过伊也是慢慢啊扫，行的速度真慢。今仔日咱全台湾22个县市拢是停班停课，气象署是预估讲，因为风台行真慢，风台有可能会伫台南也是高雄附近登陆，不过登陆的时间有可能会拖到今仔日的半暝啊，也是明仔透早。过不去了，过不去了，救援啦！ 南市环岛公路海边啊，影正大，有一台修路车差1点就雨拍到岸顶的海水降去。暗时6点20开始有风声封闭，因为风台来，全台湾22个县市拢停班停课。高雄有民众惊讲，顶回地下停车场淹水的情形佫发生，所以排队排4点钟才停到立体停车场。他们可能有一些空的地方，可以在这种比较特殊的时间，台风天啊，是不是能够比照？ 红黄线这种征用的方式，让更多的车能够容纳进来。伫金门寮路湾海峡，总有30几台货轮落船顶劈风台，大部分拢是中国籍无经过事故的货船。海船用无线电放送，靠近到更加安全的所在停。因那台北虽然风雨一股无啥明显，不过全市的水门都已经升关起来，所以初一下班时间，东湖往实际方向大塞车，车牌加路长。 因为北平大冷空气的影响，3度2风台今仔透早减弱至中度风台，卡波正班晚近台湾，伊的暴风圈已经吸到恒春半岛、屏东、台东加高雄。风台中心的结构正完整，登陆的时间可能延到今仔日半暝到明仔载透早。台风登陆的时间点会是落在今天的午夜到明天的凌晨、清晨这段时间了。那登陆的地点大概也还是掌握在台南到高雄的这一带。 所以整体的登陆时间跟昨天的这个预报相比是有稍微再延后一点点，但今天台风会持续的往台湾的南部陆地靠近，所以整个东半部、花莲、台东跟南部地区今天一整天的风雨都会持续的增加。气象署估计3度2风台登陆的前后，有可能维持伫中度风台，威力也是正大。
两大外送平台福便达甲Uber Eats拢宣布，受到风台影响，今仔日透早开始，全台湾拢暂停提供外送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山道二风台行的路线是和47年前造成高雄严重损害的赛龙马风台要降，所以高雄港会看状况限时出港，无就是会封港。昨昏海墘风影已经开始变大，民众若是无守规矩去挖进海墘会防罚。也若有人是为着风灾跋落水准，加载无性命危险。减少不必要的外出，讲3次很重要。高雄市长陈其迈一直叫市民风台期间较莫出外。山道二对南部地区来讲，差不多是伫厝门口。登陆时阵，高雄沿海地区甲市区，拢有可能面临上大17级的强风侵袭，爱严防铁架看棒落来。尤其是在高雄这个区域，那这个对于市区的影响尤其在这个平地的这个影响，将会更来得更严峻。叫市民一定爱特别注意，因为山道二风台可能为高雄登陆，无地形破坏加47年前伫高雄造成严重灾情的赛罗马风台路线正港。整个都飞走啊！哎呀，路上真的很乱，这样子。对啊，车子都变过来。民众回想赛罗马风台，印象上深的是真侪厝的厝顶规个掀起。当时赛罗马是中级风台，即届山道二专家预测有破坏性的风速。高雄的基顶渡船早就靠港，高雄港嘛要求船只甲吊车这设备拢要加强固定，搁严格管制船只进出。1、2港口为10月初1 8点开始暂停所有船只进出港作业。港内的船只能够尽早来出港来避台风高雄规港风雨无大，不过下晡基顶海边已经有明显的风影。中山大厦校区前这条路嘛，因为风影大甲规个海水现象化，顶届凯美风台高雄真侪栋大楼的地下室积淹水，三民区这栋社区大楼嘛，伫风台前进行风水闸门的演练。为着防灾，不少民众修剪树尾幼枝，避免捡风吹转去。岐山有查甫人为着捡放伫路边的电动机刷落落水准，好加载无性命危险。市政府嘛持续加强下水坑、开淹水路段的水沟清理，搁针对海边危险区域有封锁线，加派人员巡视，钓鱼热点嘛加派警察巡逻。若是有违规，就赶走还是开单。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风台山道二已经伫今仔日半暝2点的时减弱做中度风台，也毋过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头风台雨会较明显，偶有短时间内的强降雨，提醒乡亲爱细致。咱来看分图。今仔日伫屏东的山区台东已经有局部大水雨，也是超大水雨出现啊！尤其伫台东的金峰乡，雨已经是落超过700毫米。花莲的山区屏东嘛有局部大雨和大水雨。宜兰的山区台南、高雄、甲花莲、澎湖、红头树、绿岛拢有，今日拢会上大雨。另外，基隆北海岸、新北、宜兰、云林、嘉义，还有新竹以北的山区，拢有局部大雨会发生。除了雨水以外，风嘛真透。台南以南，还佫有台中到嘉义、台东的沿海、恒春半岛、红头树、绿岛、澎湖、金门、马祖这些所在，今仔日都有机会会出现11级至13级的强阵风。新北到苗栗的沿海嘛有9级至10级的强阵风会出现。气象署是预告讲，台东有可能会出现超大雨雨，为着要保护用路人的安全，对昨暗8点开始，南回公路新乡来到台北的路段路已经封起来啊！也那因为往北的苏花公路路嘛已经封起来未通，所以台东即卖交通目前对外铁路、公路拢未通。初一暗8点，南回公路新乡南到台北路段有警示封闭。唔知影民众要登去屏东的徛街，伫咧太马里新乡南和交管人员查来，唔知要如何是好。公路没有公路了哈，要回头啊？对，那我们住哪里啊？要道路救援的车要去屏东草埔救各种的车，也无法度顺利通过。民众若是有紧急需求，会伫安全区路下开放。就是救护需求啊。或者是一些医疗的一些需求，一些比较紧急的状况，好，那这个我们才会开放通行哈。气象署估计台东山区总雨量900毫米，要可能到1300毫米超大雨的顶级。
为了要维护永乐人的安全，台北公务段从1案8点开始，嘉南回公路新向南到台北路段封起来，因为上北苏花公路也封起来，对外铁公路全部都未通。机动性的在某一个时间点能够开放，让民众有民生需求的民众，还是可以利用这条道路来做它必要的这个疏运。洪台伫咧台东山谷落大水后，台马里溪正线楼规拢涨起来，溪水强要淹过半花，黎明梯只敢若一条车路尔。乡公所赶紧调马上头，要个屯土来挡溪水。会不会很担心？会啊，我们把全部的东西、重要的东西都收拾好，准备随时离开这里。南回公路已经有真侪所在石头绑来，还有土石流。台南县长廖景玲要求各乡镇市公所做好防灾工作，不过因为铁公路交通拢未通，可能影响当地居民紧急的需求。廖景玲担心台东会变做孤岛。记者综合报道。风台到规外围环流已经影响咱台湾风台雨会愈来愈明显。花莲有溪水涨流，甲轮天大桥的便道冲海去，苏花路龙也各旧中华公路嘛拢有土石落落来。目前台北线关关到道路区已经先封路，也那苏花公路是经过抢修，昨下晡3点有先开放2点钟通过，也毋过尾啊又搁封路关制。就是这个时阵栅栏对外开放。总地管制站入口搁开放，大小汽机车排500多公尺，一台刷一台驶入苏花公路。今天早上4点我们这边排队，4点啊，昨天我们有先过来，但是被赶走，赶快回家放才是最好。知道，3点要放，我要回去上班。苏花公路为下晡3点开放2点钟，搁再封路管制，因为今日风台要来啊，伫正式登陆前，早大来大雨已经予苏花的石头一直落落来。为回到磅江口到大桥线164.5公里的所在，修炼线土石崩塌，公路局赶紧抢修，不过放这届公告向通知，所来这几天敢会搁再开放咧？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或许明天还是有机会。但是因为明天是台风会越来越接近的时候，所以一切都要等到明天早上才知道说有没有这个可能。同的高啊，甲石头一直冲落来，案发地就伫个太鲁阁的九曲洞，中间真侪所在有石头，还有山坪崩塌。台北线关关到太鲁阁口路段持续封路，今日风台来搅局，太鲁阁又搁断路，修复期恐惊搁延长。修工程都是在东横公路，不是苏花公路沿线，所以也是要配合东横公路跟苏花公路的一个修进度，才有办法往前推进。挖山路段路周状况真侪，遥登山队伫1礼拜前为台东入山，即晚3个人调伫花莲的瓦拉米步道，经消防队救援，一行人由苏啊撩过串流水出来。不过花莲真侪溪水拢有涨悬的情形。第时间落大雨，雨路真紧搁大，富里的轮天大桥便道互溪水冲毁，紧急封路。花莲县长市政委嘛到场勘灾。特别来看我们的便道，未来要抢灾、抢险、抢通的部分，来进行。各项防灾整备抢时间完成，爱伫3到2真正登陆前最好，加灾害降到最低。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因为劳资对调整薪水和暂停自动化这个计划讲袂罢讲无成，美国东岸和墨西哥湾沿岸码头才做事的工人拜日开始罢工，这是1977年以来头一届，有36个工区拢受影响。也若这届的罢工有可能会影响全球的经济，而且嘛有可能对美国特别总统大选造成影响。来看《联合报》。纽约时报和 CNN 拢有报讲，美国和以色列官员伫昨昏拢对外表示，因将个证据看到伊朗有可能在准备，可能念伊随时会对以色列发动弹道飞弹的攻击。来看《中国时报》。美国真侪大学有团升入学这个政策，也就是讲，咧招生的时会优先录取校友的价值，无就是有大笔捐款借的价值是谁？这个做法一直拢有争议。加州的州长即马是签署法案，禁止接受补助的一寡私立学校安尼先做。这是伫马里兰州了后第2个做出这款规定的州。也若斯坦福大学和南加大这名校拢会受影响。继
继续关心风台，风台扫过来了后，即马屏东透风落雨，山区的西野乡因为水消透袂离，大量的落雨霾就灌入去庄仔内。沿海的放疗气温业者设的光线和抽水的莫达，嘛互风影冲海去。因为即马拄好是大涝，温州港口的溪水涨流，县府提醒乡亲爱预防海水倒激。真侪土梅膏为挡土墙边拼落来，一直冲起路的。屏东西仔乡初一早起落大水，雨消透袂去，佮因为大树瓦甲山沟塌去，造成土梅膏一直溢去内温村的路面，怪手车工具机赶紧来清理。昨天晚上一直到早上下了321毫米，山上都已经喝饱水了。如果现在继续下，就要撤离了。山道二慢慢扫，风台外围宽流一直影响真侪乡镇，目前雨量上侪超过300毫米。沿海邦寮乡因为大涝，大海涌陷入去报环内，甲海水影视业者设伫报环的海水管线、抽水莫达拢陷歹去，甚至卷入海内，互影视业者损失严重。大海涌一直升起来，恒春半岛下晡开始大雨甲风影一直增强，目前风力超过10级，毋过还是有部分国内外游客走去准芳礁翕相看海涌，海巡人员赶紧劝因离开。渐渐增强的大雨，互满洲港口溪出海口这块的溪水涨悬。去年因为小犬风台毁损封闭的港口吊桥，因为透强风看起来强要制作袂掉。因为屏东半暝了后，风雨的增强，国家大涝，恐惊引起海水倒灌。县政府嘛呼吁民众防范淹水，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屏东透风落雨，即马当是屏东东港迎王的祭典，本地是这2天要照景，也毋过即马因为风台关系宣布暂停，听候警报解除了后，才会照计划完成迎王的程序。屏东东港3年1考的迎王祭典因为拄等3道风台呢，所以今仔日甲明仔载2天的绕境活动是拢取消啊。相关的庙方人员是伫咧大总理坛遮，甲神明请转去，嘛准备要甲坛拆掉。大总理甲庙方人员出一集，紧甲神明请转去，就惊伊主换风雨的主头。工作人员嘛紧甲台仔拆掉，主本搭伫咧龙甲风身上牵挂紧的乌鱼子甲柔鱼竿，嘛拢全部拆落来，平安桥是拢拆了啊。毋过真侪信众嘛是搁趁下晡时闪雨棚，大细就去东龙宫拜拜。因为就风雨不大，都毛毛雨而已所以大家都一定会再来拜拜的啦。趁这个不然你过几天一样人很多了。老一辈拢会讲，王爷讲含迄个大清水，甲迄个风台甲会好开安尼，所以东港遮的天气阁算好的。大天府主本规划祭典科技无受风雨影响，照常伫咧内面举行。庙方表示讲，拄着风台来，实在是无法度，绕境取消，桥班嘛暂时休困。但拜过风台过，办王船、千船的照景，拜六烧王船，应该就会照常举行。家家户户的暗道嘛，各拢排条咧，要祈求大千岁爷公保庇风台经过，国泰民安。记者阿敏晶、胡兆勇，屏东报道。来关心交通，代替西部干线的对号列车，即马敢若驶到彰化站，因若彰化以南是先驶区间车，会看风雨来做调整。另外，外岛昨昏敢若到南港到北港有部分的船通坐尔，包括小三通在内，真侪船班拢已经取消。空中的交通今仔日国内线航班全部拢停，因若昨昏有不少人赶紧飞转来本岛。金门航空站候补柜台，旅客排咧等，因为有期甩开几啊天，可能拢无航班。有旅客要飞高雄航班被取消了后，改排候补先飞台北。这期飞上餐机场航班班客满。一共取消11个架次，那整个受到影响行程的旅客大概有770人左右。前几天有一直注意台风动态，定了5号要回来。
可想应该台风应该走了吧。上山机场也陆客透早才被错开金门环岛回程受阻，一直注意风台消息。民航局统计，七日受风台影响，国内线124个航班全部取消，相铁交通部分高铁车正常营运。那风速雨量伤过大，达到运转限制标准的时阵，会采取行车速限。在铁位车下晡3点半过后，西部干线对火列车这段行驶，从华到屏东之间停驶区间车是看风雨进行机动来驶。南回线继续停驶东部干线，中跌到后进普通。还好啦，因为我们都是短程的，那是长程的受影响了。出门会注意啊，嘿嘿嘿嘿。目前没有被影响，对不对？对啊，对。国际航班部分，华航宣布，七日高雄出发真济国际航班取消，建议旅客出发进前查询详细航班移动资讯。长荣航空宣布，七日中昼进前出发东亚成田、台北、香港航班3航班取消，新富航空七日航班正常营运，其他取消部分台中出发的航班。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有一只巴贝多级别空刷船，船顶19个人是要对中国驶去新加坡，也毋过即马受风台影响，规只船起一边，而且水走入去船内底，内底19个人加载拢有风救起来。也若进前因为凯比风台伫台南的黄金海岸靠打嘅苏菲亚号，即马因为因的公司解散，船即马无人处理，市府就惊风台会甲船掀倒去，呼吁民众毋通挖紧。海巡的船舰出动，伫正歹的海上内面开始搜救任务。目前船主报过来，疑似是船舱进水失去动力。伫风雨内面，民众翕到这只巴贝多级的空刷船，本来是要对中国去新加坡，但是受到3度2风台的影响，伫台东南市附近船舱入水船出去，船顶19个人受困。那海巡的船舰去抢救嘛，出动直升机去救援。那船长在通报那艘他们的货轮失去动力，那船长宣布弃船。那本署有就立即启动了相关的救援机制，19名船员都平安的调化到兰屿机场。海上真正足歹的，中风雨伤大，无法度吊挂。后壁行政院国家搜救指挥中心陆续调派空勤总队、国防部海巡署者救难兵力，出动飞行器4只，顺风救难舰1只，总算伫下晡2点20完成救难任务，19个人拢总防救起来。不过，这空刷船是靠搭伫南苏的海域，后壁要安怎处理？这相关单位嘛继续在关注。毕竟这一艘是货轮，它有一定量的存放的柴油。高雄这边海保署他们有准备资材，那以及我们台东环保局这边的也盘点相关的应变资材。后续如果需要，等船班可以也会紧急在运送过去当地来做紧急的支援上。另外，因为凯比风台风吹去台南黄金海岸的货轮苏菲亚号，本地伫凯比风台过后就要拆除，但无想到船公司已经解散，求偿真困难，就算伫原地拆解，拢需要上1000万这么大条钱。对这市府希望和中央专力配合，用制度性来解决。紧急避难或是台风天灾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有绝对的管理权，因为它这样子造成我们台湾很大的困扰，拆解费就要超过1000万台币以上。那如果造成污染，所造成的生态浩劫或其他的部分更是这个难以估计。3度2风台并无登陆台湾，但是敢若外围环流的影响，就已经造成轮船、货轮靠搭，会当看出伊的威力有偌强。相关单位呼吁民众莫出门，做好防台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中国建国75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庆祝大会顶悬是又搁一摆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九二共识。伊嘛讲，完全统一是趋势。也毋过，咱的陆委会是强调讲，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国应该看清楚两岸互相无对方管辖权。中共建政75周年国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庆祝招待会上重申，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加九二共识，并且讲实现完全统一是大趋势。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两岸人民血脉相连，血浓于水。我们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两岸互不隶属是台海的现状以及客观事实。
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跟9·2共识，主流民意都是反对的。陆委会强调，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呼吁中共应该正视两华互相无隶属的现实。面对中共继续侮辱台湾，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这份接受访问时阵讲，中国一定会攻打台湾，但是袂伫咧伊的任内发生，并且认为台湾的国防支出应该提悬到10%。同时，拜登政府继续对台湾加强军援，批准5.67亿美金，差不多代表179亿的上新的一波对台军售，也是到目前上大的一条。我想这些军演对台海的维持台海的区域和平稳定应该有相当大的助力。细项的部分，我想我不适宜在这里做任何评论。国防部长郭立雄感谢美国方面关心台海，因为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条军售的项目包括反装甲武器、防空，一个导核态势监知、无人机以及军事教育加训练等部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以色列和黎巴嫩即马关系愈来愈紧张。伫当地时间9月30半暝以色列是出动地面部队去进行有限度的军事行动。因讲因的目标毋是要占领黎巴嫩的南部，是要甲真主党的据点扫互清气。对以黎边境的时间9月30半暝到10月初1的日时，伫黎巴嫩南部或以色列的边界地区，就一直看到火、浓烟和爆炸的声。在空袭和炮兵一直帮的掩护之下，以色列的步兵是透暝入去到黎南边境。根据以军的讲法，这摆地面军事行动是为了要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在2006年编号1701号的决议。这个决议的内容是禁止真主党在利塔尼河以南，都是在我以色列的边界区域有任何的军事据点。另外，在黎巴嫩东边的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嘛互以军来空袭。叙利亚讲是包括一个主堡在内，拢总有3个人死亡。叙利亚和同款是什叶派的伊朗，是真主党后壁上有力的支持者。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甚至呛讲，中东无以军拍袂到的所在，以色列爱紧互伊朗的政权互推翻。就伫欧美的主要国家，同款是正挺以色列自卫权的时阵，北约组织唯一的穆斯林会员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毋但是大骂以色列真阿爸，阁要求跳过安理会，直接互联合国大会决议出兵来阻止以军。Uluslararası toplum İsrail'in tüm bölgeyi ateşe atan bu haydutluğuna daha fazla sessiz kalamaz. Müslümanlar olarak zulmü engelleme ve mazluma el uzatma noktasında bizim tüm dünyaya liderlik yapmamız gerekiyor. 对中东的局势一直在升温，在黎巴嫩有大量侨民的英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当准备要派包机对黎巴嫩来撤侨。虽然以军讲这摆是有限度的军事行动，未占领黎南的领土，不过美方的官员提醒讲，1982年一当阵以军大动作入侵，嘛讲是有限度的行动，但是后壁是占领黎南的领土18年这么久。美方认为以军恐惊会陷入黎南的战术，真歹脱身。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来关心泰国昨昏是发生严重的火烧车，这是一间学校进行校外教学，在校车在回程过程中，车辆那亲像是崩裂去弄着火了后导火，造成20个学生、3个老师过往。根据了解，车顶无包括司机，计共是载45个老师和学生，有19个学生和3个老师有走出来，那驾驶伫第一时间嘛有走出来。这台校车导火了，火愈烧愈大，因请到天顶去哩。内面也阁有真侪老师、学生未赴的走出来。目击者讲，这台校车是静电爆裂了，去弄到高速公路分界河拿了导火。司机一开始要拍火，并人煞走去。媒体报道，司機伫曼谷北邊100公里嘅所在向警方自首。เล็กเลยครับร่างเล็กๆเลยครับเป็นเหมือนเด็กอนุบาลไม่น่าเกินป.2 ครับได้สัญชาตญาณนะครับเหตุเกิดจากด้านหน้าแล้วคงจะมีเปลวไฟประกายไฟเกิดจากด้านหน้า。这台校车是自中部的乌泰塔尼省在中小学的老师学生，飞机首都曼谷北边郊区的巴顿塔尼府做校外教学，中途发生车祸。虽然无到1點鐘就甲火拍花，不過這台車是用天然氣做燃料，車內佫真熱，可能會發生爆炸。救援人員等幾多點真久攏無法度去哩車頂，可能是爆裂的火勢引起大火。
ลอยยางเนาะท่านรัฐมนตรีลอยยางดูองศาของรถดูรอยไหม้。总理贝东塔伫 X 档文哀悼，并且讲政府会负担医疗费用。交通部长苏利亚讲，这台校车使用的是极度危险的压缩天然气。交通部才想出应用的方法，然后可能以后爱禁止使用这种燃料。泰国是世界上道路安全记录上歹的国家之一，且本身的问题，也有赛车的方式无安全，每年差不多2万人死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路透社是报讲，韩国三重电子伫印度南部的家电厂9月初9开始有上千个劳工参与罢工，伫工厂的边仔阁有大病仔继续咧抗争，要求爱调关薪水。印度的警方是表示，参与罢工的员工也阁发起罢工的工会成员，计共有900多人已经被警方抓去。继续关心前荷兰的总理李德，20号伊是正式接北约的秘书长，伊嘛有提出3大爱带先做的任务，包括爱加速增强军力，嘛爱强化全球东方关系，而且爱继续支持乌克兰。伊讲，若是无坚强独立的乌克兰，就无安全的欧洲。来看越南最近是提出研究发展核电的议题。越南的科学家技术部顶礼拜有带工作团队去洛西亚，拜访因国营的核子企业，双方嘛拍算要合作研究先进的核电，要来保障能源会当稳定，要来应付气候变迁。镜头转来过来关心宜兰头城一间面体厝，伫昨下晡5点外发生起爆，警消赶到现场，有救出一个69岁家己大的乌子桑，伊是姓詹的乌子桑，规身躯60%的烧烫伤，意识清楚，赶紧送病院急救。就自己买了或者蒸一些东西，他女儿会帮他准备啊，他就是简单的加热的东西啦。应该是啦，因为会气爆，应该，因为他家里就只有瓦斯炉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易燃的东西啊。是。他目前是身体大片面积的烧烫伤啊，生命症状是稳定的。他是说自己有开了瓦斯，但是忘记关，然后后来就抽烟就爆炸。宜兰的消防局接到报案了后，赶紧赶到这间发生起爆的铁厝。消防人员到位的时，现场已经无火啊。因为69岁姓詹的乌子桑，伊是家己一个人大，伊坐伫厝内涂骹意识清楚。消防人员赶紧甲伊送病院。医生是表示，伊有60%极度的烧烫伤，受伤的所在以头壳、面、骹甲手这所在较严重。继续来关心新北市的土城。清水派出所的所长刘宗兴，礼拜一半暝啊，咧查违规车辆的时，因为发觉讲车内哪真像是有毒品，所以要求姓陈的驾驶爱落车。结果这个驾驶唔落车，颠倒是挑工去弄警察抓老跑，甲这个所长是拖几若把公笑，落尾这个所长送病院不幸过往。土城金城路边2个员警执勤，在调查一台违停轿车，驾驶率向加速驶入去。其中一个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双手拖车门，做着拖几啊公尺，毋过车速无减速，也佫一直去挖分隔岛，造成所长弄掉护栏，最后当小弟涂骹当场失去性命现象，送医了后抢救，又挽救无转来。他在拖行所长这件事情上面，看起来是很明显的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生命的危害，而又造成，而且有这个作为，所以我们就以杀人罪嫌来移送法办。你们有什么话说？发现员警佮盗走驾驶是一个姓陈的查某人，警方查出是列管毒品进口，独龄至少10年。迄时阵身躯疑似藏毒品，遭到警方办查。案发了后，伊逃到土城这边去，警方提股票将人掠到，伫现场对咱2个朋友，佮超出1包安非他命。依托米兹等证物，警方已经对研究确认是不是涉毒。就是辖内如果发生比较重大案件的话，他都会，就算他放假，他也会马上赶回来这样。目前大家可能状态上比较低迷这样。
驻警察将近10年所长廖宗兴不幸殉职，伊当初是对爸爸脚步踏入警界，毋那伫当事件中是认真负责好干部。这名车社群我是土城人，有未少网友抛文对应，有人讲到目睭看过廖宗兴摕1000块帮助弱势老人，而且伊对人真客气。针对这个案件，新北市长侯友宜都来紧急去探视家属，也只是爱验班，同时将有护士。我们一定会争取最高的福气来照顾他们的一件故意，对造成同仁不幸殉职的歹徒要从重量刑，严格追诉。上次一件的那个3重分局跟这一件，显然看起来这个伊托迷死这个行径不力，造成的伤害非常的重大。那我们会加强这个建议中央来做修法那能够把这个新型毒品的刑度把它做一个提高。检方进行违体上验，告着家属表情震动。检警后续除了调查清楚当中心死因，也会调查姓陈查某人具检原因，甲是毋是牵涉食毒赛车，专案调向杀人罪嫌甲毒品防治条例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毒品问题实在是真严重。去年，咱台湾是查到超过18万公斤的毒品，数量是创下新高。最近伫新北市、新竹、花莲这所在，嘛拢有发生那亲像是食毒赛车、致死严重的车祸。学者就是表示讲，因为食毒即马是爱验肉，无就是验血，伫第一时间无通随摕到证明，建议爱守法来提高效率，嘛建议爱开放使用喙暖的快态试剂。拜一暗时，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姓刘的所长拦检姓陈的查某驾驶，怀疑车内有毒品，要求落车，却随站油门要走，甲所长拖咧行，尾仔弄到工程护拿，造成死亡。国内毒品问题严重，也定传出有食毒赛车，亲像9月新竹虎林国中头前有驾驶疑似食毒赛车弄到人，造成一个70岁妇人死亡。7月花莲也有驾驶疑似食毒赛车，弄到真家厝桥墩落尾家己死亡。这款案件敢是食毒赛车致死伤亡？学者讲是无相真二弟临检阶段知影。酒驾是因为酒精它会挥发，所以说你可以吹气就直接检验。那毒驾的话，验尿的话，你就要找厕所，那么抽血通常只有医护人员才能够进行。所以说，如果说你要在路边让警察可以去实行的话，其实是不大方便的。学者表示，毒品爱验血验尿，无法度随执行，爱单报告，真好伫路边拦查的时阵使用。虽然即马已经有毒品喙暖快态试剂，但是目前法规还未开放，实际上路爱搁等修法。另外，去年立法院3读通过，若假使上路会要验出一定浓度的毒品，相当关3年，罚金30万。学者认为，通考虑甲标准变严格。你用毒基本上这个是违法的，用毒之后去驾驶，它是不是违法，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使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他才认为你是违法，就好像有可能说，我今天用毒了，然后我去开车，犯了使用毒品罪，可是我毒驾这件事情未必是有罪的。根据国检署的报告，去年台湾查到的毒品数量超过18万公斤，数量创下新高。国内毒品的问题，会当讲是不利啊严重，但是若讲到毒驾，亲像 K 他命，就认定药检爱超过每毫升100 NG， 才算是违反刑法185条之3。专家认为，会当考虑修法加严标准，落实毒驾零容忍。记者综合报道。双十晚会这个拜六要伫台北的大巨蛋举行，歌手江蕙嘛会上台演唱，相真侪人去抢票，有5000张免费的门票，拜一个中昼一个开放随售了了。啊，毋过即马嘛伫线顶、网络顶头传出有人咧卖黄牛票，一张已经花到上万块。台北市长蒋万安要求警方爱严办。今年双十晚会初5要伫台北大巨蛋举行，重量级的嘉宾台语歌后江蕙要搁出来演唱，门票免费，限量5000张。为了看江蕙，民众烧钱手。9月30日开放，15分钟就抢了了。无偌久就传出有人加钱伫卖，民代亚讲黄牛票一张卖到12000。目前我们了解，是诈骗案件，警察局已经加强巡查，也已经有立案，也会请地检署这边来积极的侦办。
针对黄牛票遮济，民众不满，蒋万安讲已经要求警方加强网络巡查。台北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开放提票进前已经成立专案小组，注意网络伫卖黄牛票，目前侦办加钱伫卖15件，以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上班。另外，嘛有查到8件诈骗。外界关心，敢是背后有黄牛集团大量抢票？大概有15件疑似。要加价兜售黄牛票券，目前还没有发现说有大量抢票或者是集团的状况。我们目前查到的零星的都是个案。那是今年双十烟火的婚礼，国内头一届放七彩双魂的烟火，透过烟雾反光，伫照明弹的照射，现出双魂现水。立法院长韩国瑜表示，双十烟火刷到婚礼有3大意义，要把困境中的中华民国揪出来，重新点到国人的爱国精神。中华民国像一个营养不良的小老头，被关在一个黑屋子里面8年，没有人管，没有人问，没有人在乎。我们要把这个小老头，我们最爱的中华民国，从这个黑色小屋拉出来。他是我们最爱的人。我们从5月份接受到这个任务以后呢，云林县政府所有的局处呢，就卯足了劲，全力以赴。张丽仙讲，双十烟火释放将近3万发，有41分8大主题。头一届启用铺光导影，搭配烟火表现婚礼的意象。包括开口西、马祖婚礼，也甲双十主视觉。韩国瑜表示，透过双十的烟火，要甲婚礼的看板点好光。记者综合报道。拜一的时，电价审计会有决定讲，民生用电无要起价，严格工业用电要搁起12.5%。有学者就烦恼讲，一寡传统产业的业者负担可能会真重，会真吃力，嘛有可能会带动咱国内的物价搁再起。也若上总嘛表示，一寡饭店若是无法度应付，可能会卖掉，无就是倒经。即嘛有旅馆饭店业者是表示讲，每年饭店的房间要起1成。国内上新的电价将会自16开始实施，即便伫咧合理反映台电成本的前提之下，工业用电连续第4遍调起，即便起码是12.5%，每一度电差不多4.29块，民生用电是维持无起。民生用电的不调整，就是符合照顾民生、稳定物价这一方面，我们在基本一些小商家，我看到它是还是维持原价。不予调整的。有学者讲，即便调整电价可能会有2大问题。伫国内生产行业部分，包括 AI、半导体等科技厂，拄到迄类压缩，对还未复苏的传统产业来讲，更加是加重成本起价压力。另外，虽然民生电价无起，不过敢会搁再有关民众预期起价心理也会观察。台电预计电价起价了，对今年的 CPI 将会影响0.03个百分点。当这个厂商呢把成本呢转嫁给消费者啊，那人民感受到的是这个物价的压力哈，所以感受呢跟这个到时候的这个通膨的数据呢可能会有一段差距。那是学者提醒电价所带来影响。全国商总营务理事长赖正义也讲，今年各路市场无好。业者经营成本增加，怎么搁起电价，和经营更加困难。中小型的业者呢都撑不住的，他们都想要把它卖掉，甚至于去参加都更把它拆的。不同的星级饭店来说，会有不同的调整。以所谓的3星来讲的话，我们应该会调整大概是10%或者10%以上。10个电价起了，虽然会当帮助台电的财政收入，不过恐惊依然是无法度保护到台电的财务亏损。即便电价不是大家拢做伙起，有一寡产业适用减半，或者是无起价，就是希望会当降价、起价的冲击。不过电价若起了，依然和物价起价加恢复核电的议题，会和大家搁再提出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便若有风台来，菜就会起价。昨昏婚林西地高菜市场菜市量其实是有增加的，不过因为风台来关系，大卖价少有起2成，而且嘛真侪农民趁风台来进前赶紧抢收。趁着个无明显的风雨，婚林西的农民无因收成应菜，但是了近期气候无稳定和风台来实质影响，农民1号上午持续无因采收。对惊刷来风雨造成损失。对啊，用收落就算好济，无哪有法度。热啊，无稳定啊，气候问题啊，气候问题你也调整不起来，你就无度啊。西里果菜市场表示，风台来是农民抢收，和9月30号蔬菜交货量达到886吨，
但受到疫情心理的影响，和新销商买1万元，和规体菜价为平均每公斤45块起到54块，起价幅度大约2成。那你的白菜目前多少？1公斤60多。涨幅比较大，应该是叶菜里面那个当中蔬菜，30公斤1800，啊，9月30号跳到2500，漂亮的2500、2600。西国菜市场就讲，第二号菜类包括印菜每公斤有80块起到100块，小白菜和豆乳麦每公斤有40外块起到60外块。至于大宗蔬菜、各类菜和包白啊，万样市场需求量增加，起价幅度慢有2成以上。记者用为你报道。咱国内天狗节的疫情，伫顶礼拜新增加51例，拢是伫新北市的中和和新店。最近中央和地方有合作咧防疫，初步看起来疗已经有效果。也毋过即马风台来落大水雨，有可能会积水，造成炭白蠓可能会搁再生炭。疾管署嘛表示，风台过后的1礼拜，疫情有可能会搁加悬。环保人员无用咧消毒，大家小巷每一家事拢唔通漏交。顶礼拜9月24到30，国内新增加51例本土天狗热病例，拢伫新北市中和甲新店，检判拢是同一个来源的菌株感染。目前菌株病例拢总57例。疾管署讲，透过目前的防疫手段，初步看到控制的效果。虽然1周总共新增了51例，但是近期这个增加的个案数明显有减少。我们研判就是说，先前投入的这些防治动员的工作应该已经有看到初步的成效，疫情初步已经获得控制所以在目前来讲，并没有说中央除了每天还是出动机动防疫队跟成立应变小组之外，会再进一步去提升这个指挥层级，另外说成立指挥中心或者是前进指挥所这样的一个需求是目前是评估没有。虽然北部天狗热疫情受控制，但是风台就要来，大水雨可能增加环境积水，适合白线斑纹这寡炭白蠓生炭。都一军讲，风台过后1礼拜，真有可能疫情会搁行。专家也呼吁民众爱接病扫。家里能够装设纱门、纱窗是最好的，因为白线斑纹飞行的距离大概1分钟可以到100公尺范围等于是我们的社区嘛所以包括防火巷啦还有一些周边的排水沟等等都要做一个清理。专家提醒，白线斑纹定伫日时甲人定，尤其早时9点甲下晡5点是高峰期。那民众出入菜市啊、菜园、山区这寡狗蠓虫的场所，就要加注意，会当穿长黄浅色衫裤喷蠓仔水来预防。记者郭文柯明在台北报道。这几年，咱台湾有真侪出电视剧真受恶落，因拢是对文学作品改编的。为着要推销咱台湾的文学作品到世界，文化部逐年拢会举办翻译的版本，要甲这些好的台湾的文学作品送去国外。定定伫大型的国际册展，咱才有通邀请到世界各国的出版社，也是谈版权的业者来到台湾找找因有兴趣的出版品。为着要甲台湾原创的作品积极推展到国际，文化部逐年拢会办 Books from Taiwan 的计划。以前一年敢若选60本，不过逐年申请计划的出版社愈来愈多，今年增加到220本，希望让台湾的出版品在国际通愈来愈赢吧。欧洲漫画的翻译较袂歹，足侪出版社拢来申请咱迄个。弄为了来买我们的版权，那个漫画的部分，那绘本你想讲吉米的作品，伊伫西语系国家伊都很受欢迎。好，你对来自清水孩子，伊看伊伫外国，伊就7种语版，嘿啊，伊就是伊嘛是咱伊内底有伊拢是写台语文嘛，嘿啊，所以伫外国足侪人介意。伊来自清水的囡仔做的这套红仔册，讲的是白色恐怖受害者出训练的故事。文化部表示，外国嘛有真济政治迫害的历史，会产生动感的内容，伫咧国际上都有机会卖甲袂歹。因为协办 Books from Taiwan 线顶定选说明会的出版社是合约，唔免甲家己限制伫咧台湾文书的题材，真侪共通的议题，拢是会当和国际交流的。美国特别对小孩的做创作上，对所谓的各种道德指标啊，或者对各种保护儿童心智各种的要求，又远高于世界，远高于欧洲吧？哇，不是因为说是只是因为有台湾的主题，所以全世界都会买单，这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一定要是要看不同的地区，
然后呢，让不同的这个地区的需要跟怎么跟他们谈判。Books from Taiwan 自2014年到今已經10年，拢總是累積506本嘅出版品翻譯，有賣出400多筆嘅國際版權。文化部表示，每半年攏會辦一屆出版品國譯嘅競選，也係今年第2期嘅時限到10月初7，未來入選嘅作品嘛去參與無共國際冊展，也是出版獎項，希望讓世界看到台灣嘅作品。記者盧尚珠、謝桂玲、新北報道。再去看世界，咱来看世界上悬的聖母峰。根據一份上新的研究顯示，講聖母峰是因為地殼變薄，所以喺未來有可能會繼續抽懸，會閣變懸15公尺到50公尺。聖母峰變懸啊！根據上新的研究，75公里外阿倫河流域的河水，在流經過喜馬拉雅山的時陣，會甲河床頂懸都是地殼內面的物質切掉，地殼變薄彎翹，而且對頂懸起嚟，這種效應叫做地殼平均飛彈。相關的研究是發表在期刊《自然地球科學》，而且補充相關效應，連帶互聖母峰附近的山做伙變懸。We realised that this amount of erosion had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elevation of Mount Everest, just through this isostatic response to the erosion, and that it would have potentially added about 50 meters. If you remove mass from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range, the whole crust rebounds to replace that eroded. 另外，全球海洋的狀態嘛無啥樂觀，啲認為造成嘅氣候變遷是造成全球嘅氣溫一直升起嚟。過去20年來，當期海洋暖化嘅速度對每平方公尺0.58瓦，起嚟到1.05瓦。這是歐盟監測機構每年海洋服務30發表嘅上新嘅報告。Le doublement depuis 2 décades sur la chaleur qui est stockée dans les océans dû au changement anthropique. La chaleur dans l'océan, et encore une fois, l'océan il prend 90%. C'est le point pourquoi aujourd'hui le système terrestre est plus en équilibre énergétique que l'océan est aussi notre sentinelle pour le réchauffement global. 地球表面有70%是互海洋砍掉，嘛是气候主要的调节器。这项研究和联合国气候学家专家小组的看法相符合，就是人为的废气排放会造成海洋长期的暖化。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上新的消息来提醒乡亲，台东即马因为风台关系，铁路公路未通，也毋过南溪公路若是要行乡亲要注意。南溪公路早暗8点的时先有经成封路，新乡人到台北的路段已经封起来，也毋过伫今仔日早起10点会开始开放，开放到下晡的1点。有我要过要行即段路的乡亲要把握时间。接落来，咱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29度；中部温度上低26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27度。外岛21度至28度。感謝鄉親收看，將親平安順心，明仔早起9點，咱再會。